基本上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没有想到要降级啊。这是日本政府提供台湾124万剂的 AZ COVID-19 的疫苗，我们非常的感谢因为在这疫情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时候。那进来之后，我们当然还是要继续进行我们相关的一个封签检验，相关的一些封签检验。那我也责成 FDA，能够尽速的来办理，尽早能够提供我们全民来施打。那在这个，因为它可以稍微快一点，因为相关的技术性的资料、厂的资料都在前2天都已经来了，所以相关的技术性的资料都已经检查过。那剩下就是本身的一个的相关的一些我们需要检验的相关的品质跟安全性的问题。那我刚才听讲，就是说他觉得这个疫苗这一次来说，其实它的效期还算长，应该有到10月去了，到10月中，好像是10月14日，10月14日，至少来的资料是这样子那不过我们要尽速，它不会用那么久了124万剂算是我们这几波来可以就是说最大的一批了最大的一批。那相信对我们在整体的一个防疫上面应该是很有帮助很有帮助。那真的这一次我们在看这次疫苗，在日本他们本来是要提供比较大的量给 COVAX。那也基于这2国的这样的一个情谊这也真的是就是长久双方里面人民打下的一个深厚的一个友情的基础了那日本也展现了他有情有义的一面我们非常的感谢。因为我再到 COVAX 的平台那在分配上面又要耗费很多的时间，那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程序，那一定会拖得比较久那能够直接的来提供台湾，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基本上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没有想到要降级啊还没有想到要降级，当然也没有想到要升级在目前这个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的情况下那持续去精进相关的作为是目前我们的政策。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辩风向，敢嘴就来辩。